我想对于这个中共接二连三对台湾从事两岸交流的人士，以所谓破获间谍名义滥捕并编造子虚乌有、罗织入罪的剧情，一再恶意的政治炒作，刻意破坏两岸关系与正常的学术交流。我们谴责北京当局企图干扰台湾社会、恫吓台湾人民的粗劣行径。我们也严正警告对岸应立即停止这种恶劣的操作。同时，我们也提醒我们的民众，参与两岸交流将出现潜在的风险。那么，有关您提到这个对于这个案子的处理本会优先保护个案的安全，跟尊重家属的意愿，尽力提供协助，也会透过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联系窗口、海基会、海协会、两会管道以及陆委会、国台办既有的联系机制，要求中国大陆应该说明相关人所涉的罪名、关押的地点、厘清案情与告知侦审进度。同时，也要求确保相关人员的司法权益及同意家属赴陆探视等。对于已经向政府寻求协助的案例，目前政府相关机关均与家属保持联系，并掌握案情发展的状况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等协助。未来家属如果提出赴陆申请探视的请求，政府也一定会提供必要的协助。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呼吁陆方，应对当事人落实正当的法律程序，充分保障他们应有的权益。如果有其他台湾民众因类似的案件遭到关押，也应该尽速通报我方及其家属。不知道台湾已经自由民主开放很久了，其实中国不必这样疑神疑鬼。立法院来函邀请，今天到立法院施政报告，其实也是借着向立法院报告，向国人同胞报告行政院这一段期间来做了什么，未来要做什么。如果又不让我上台报告，不但是出尔反尔，也等于是阻断了国人知的权利，也不能让国人知道行政院在做什么，就比较知道中国老是用这种莫须有的人、莫须有的事来污蔑，同时也制造恐怖。其实不像个大国的行为。台湾已经不做这样的事情，而且我们也不必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中国反而是一个集权国家，所以老是做这种渗透破坏，所以自己这样做，还以为别人这样做。不知道台湾已经自由民主开放很久了，其实中国不必这样疑神疑鬼。在蔡总统的领导下，行政院的团队上下一起努力。护国保民，我们真的非常的忙，所以有时候也没有注意到谁讲了什么。不过谢谢各方关心指教。